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大家早上好，南无阿弥陀佛啊！今天利用早斋晚之后呢，师父讲一个公案给各位听，让师父非常敬佩、很感动的一个公案。清朝的顺治皇帝在朝的时候，他就已经皈依了佛门了，是一位很虔诚的在家佛门弟子。他皈依了义林国师。从此之后，他就很踏实地来学佛，日夜不停地做功课。俗话说得好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开，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呢。这就显示世间的无常，生生灭灭，虚幻不实，了不可得啊。因此，人世间再美好的人事物美好当中，总是会有缺陷的。古今中外，一切圣者乃至凡夫众生，必然也同样要经过生老病死的忧患啊，这是谁也奈何不了的事实。顺治皇帝有一天三更突然显露，在半夜里独自静坐，心里默想着人生苦短啊，世事变化无常。我一生当中率领100万大军南征北逃啊，忧国忧民，红尘滚滚无聊时啊，民跟利，财跟色，食跟睡啊，都是虚幻不实的东西，如空中的浮云，飘渺不定啊。空幻不可得，即使得到了，也不能常住啊！人生太无常了，一切名利、财色、权威，也都是无常幻化，了不可得。乃至于我的身体，也是空幻无常，了不可得。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等世间的一切，也都是非常伟脆的，无常千流不息啊！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世事变化无穷。至今我的生死未了，尚未开悟本性，没有证悟菩提，时候不早了。我出家修行的因缘到了，时机应该成熟了。顺治皇帝默想到这里啊，心里恍然开阔，由忧郁的心转变为开朗的心，由感情的心转变为慈悲喜舍的心，由无常的心转变为永恒不变的心，由痛苦的心转变为清凉的心，由在家的心转变为出家的心。此时此刻的顺治皇帝，无形的一股善根力在他的心胸鼓动着，激发他出家修行。他的内心早就有主张该怎么做。有一天，顺治皇帝把国事都安排好了之后，因为怕人发觉而从中阻碍啊，便不动声色的趁着夜尽人空之际，离开了皇宫，走入了深山修道，埋名隐姓啊，过着清淡朴素的生活，不贪图名利，不炫耀自己的往事，更加精进的为开悟本性来努力，真不愧是一位帝王身出家的模范啊！各位，顺治皇帝他能放下江山，一心追求真理，解脱生死，在智慧的抉择之下，猛然踏上出家修道之途，净化5欲6尘的束缚，因此开悟本性，真是稀有罕见的帝王身出家修行成就的一个最好的典范啊！各位，我们出家就是为了众生啊，成就自己也能成就别人，这个叫做真正的菩提心。如果你没有很大的爱的力量，你不会出家修行的。一般社会的人都是为了自己在着想，为了自己未来的道路在打算，但是出家是以救世为慈悲的，要如何帮助全世界的人，让他们渡过难关，生活能够稳定，日子过得美好，这个是我们出家人的目标。除此之外，能够将阿弥陀佛的名号宣扬遍布十方法界，不但自己得到阿弥陀
陀佛的救度，更希望所有此方世界、他方无量无边的世界一切众生都能够因为念佛得到阿弥陀佛慈悲的救度，大家同生西方，同成佛道。这是我们出家发菩提心的真正意义啊！出家的目标是为这个而努力来奉献的。我们非常高兴将顺治皇帝出家的过程简单的跟各位来介绍，谢谢大家，阿弥陀佛。